家名号故也。今诸侯未平，据营号。忽见曹操带剑入宫，面有怒容，地大惊失色。操曰：“董承谋反，陛下知否？”帝曰：“董卓已诛矣。”操大声曰：“不是董卓，是董承。”帝战礼曰：“朕实不知。”操曰：“忘了破纸修诏焉。”帝不能答。操斥武士请董非至。帝告曰：“董非有5月身孕，望丞相相怜。”操曰：“若非天败，吾已被害，岂得复留此女为吾后患？”夫后告曰：“贬于冷宫，待分娩了，杀之未迟。”操曰：“欲留此逆种，为吾报仇乎？”董非其告曰：“其权势而死，勿令张鲁。”操令取白练至面前。帝泣为妃曰：“卿于九泉之下，勿愿朕功。”言讫，泪下如雨。夫后亦大哭。操怒曰：“犹作女儿台焉！”置武士牵出，勒死于宫门之外。后人有诗叹董非曰：“春殿承恩已惘然，伤灾隆重并试捐。堂堂地主难相救，颜面图看泪涌泉。”操欲监宫官曰：“今后但有外戚宗族，不奉吾旨折入宫门者斩。守御不严，与同罪。又拨新妇人3000充御领军，令曹洪统领，以为防察。”操谓程昱曰：“今董承等虽诛，尚有马腾、刘备，亦在此数，不可不除。”昱曰：“马腾屯。”